Hello，大家好，今日嚟到11月19號啊，咁就跑跑地會有9場嘅賽事用 B 跑道。最近呢個禮拜天氣都非常之好啦，氣溫就不斷下降緊，咁會唔會話有邊位騎師特別怕凍呢？我諗大家一講嘅時候咧，心裏已經有個答案喺度，係咪潘頓呢？潘頓呢一晚騎好少馬喎，騎4隻啫喎，係咪真係天氣凍唔接咁多呢？不過呢4隻馬都有一定嘅能力啦，咁但係都唔好睇小潘頓啊，有陣時可能騎4隻個騎師王稍為有2倍嘅賠率嘅話咧，分分鐘可以成為低分騎師王都唔出奇嘅，之前都試過嘅。不過呢一晚如果用 B 跑道嘅話咧，我建議都大家揀翻啲跟前嘅貼欄馬匹啦嚇，會有啲嘅優勢，尤其是最近嘅天氣咁好啊。咁我都揀咗一場賽事同大家分享，揀咗第6場嘅4班1200米嘅賽事。咁有啲馬嘅狀態，先講咗神操先啦。1號嘅添開心咧都講咗幾次啦，呢隻馬由今季出嚟跑狀態未算十足，但係跑一跑嘅時候已經冒起翻狀態。上次排過1檔都跑到個第2緊輸俾嗰隻嘅遙遙日上嘅啫。但係今次排11檔咧都換到一定嘅賠率，暫時我睇咧有成10倍嘅。咁啊呢組嘅對手咧其實就唔算話太過話好特別啦。咁所以我覺得添開心咧亦都係呢個路程嘅專家，睇下可唔可以乘住個狀態咧可以交出頭馬啦。咁而家有成10倍，大家都可以試下搏 win 啦。咁而另外一隻揀5號嘅紅前道，今季初賽嗰場直路1000咧都當佢係開戲啦。咁喺呢個路程咧，上季跑2次咧都冇得個頭3名嘅。神貨觀感咧埋門做個快跳咧都狀態唔錯，所以呢隻馬咧12檔換到一啲嘅賠率啦嚇7點零倍。如果12檔7點零倍都算係有啲支持喎，我覺得咁所以呢隻紅前道，我覺得大家要留意。第3隻揀7號嘅星之源，呢隻馬就會比較上被動少少啦。上季我覺得呢隻馬嘅跑法方面咧走勢就唔算話太過穩定，不過今季咧就一次比一次好嘅啦已經嚇。咁上一場嘅賽事亦都最近啦，咁睇下希威森再騎可唔可以令到呢啲馬咧又可以交到一個更好嘅名次啦。再數落去咧而家大熱門咧10號嘅獵寶勤金城剛就即係嚟咗香港跑一段時間，終於交出頭馬啦。咁但係獵寶勤咧，我覺得佢係一隻好尺寸、好均速咧，要賺形勢先有機會嘅馬嚟嘅。所以如果而家佢成為大熱門嘅話咧，我覺得係絕對可以攻擊嘅。4連環4重彩嘅朋友咧，你可以兜埋佢。咁但係如果玩2重彩嘅話咧，我搏佢唔喺度啦。仲有一隻都要小心，就係9號健策精英嚇。呢隻馬今季出嘅時候咧，輸俾快活英雄嗰場跑到第2咧，我覺得比上季比較隻馬嘅走勢係好咗嘅。咁但係之後再出可能個檔位又唔算話太有理想啦，就得個追字。但係上一場都真係有啲失望啊！上一場賽事排後1檔跟個位好好嘅，但係直路騎落去咧就真係完全冇反應。咁我覺得希望唔好話因為上一次嘅大敗而令到大家唔揀佢啦，可以俾一次機會佢。畢竟呢啲都係北半球嘅比較上側身啲嘅馬匹啦嚇。咁所以配腳咧，如果可以都可以兜埋。咁呢場嘅賽事咧，我覺得如果搏 win 咧，當然揀1號嘅添開心啦，或者5號嘅紅前道呢一對嘅大外檔馬。咁如果2重彩嘅話咧，3隻互穿1號嘅添開心，5號嘅紅前道，再拖埋隻7號嘅星之源。又或者如果你想揀馬做膽嘅話，1號嘅添開心做膽我都 OK 嘅。咁拖5號嘅紅前道啦，7號嘅星之源或者9號嘅健策精英，咁就玩啲連贏就 OK 玩連贏啦。咁而家我覺得香港位置 Q 都唔係好抵玩。咁所以咧就提供呢幾個嘅投注方式，大家可以參考下。咁如果大家想睇埋富仔嘅其他嘅場次推介，或者想睇下富仔嘅賽前全部場次嘅分析咧，加入富仔嘅賽馬頻道咁入邊咧所有功課重心過關全部都有晒俾大家參考噶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下次拍片咧再同大家分享其他賽事。拜拜。